拉起来，才有办法越做满。满岛新生代舞蹈团的舞者，当咧加紧脚步排演，为了就是要伫台湾灯会高铁顶区的演出，呈现出上完美的表现。新生代舞蹈团长期以来致力伫咧地方表演扎根甲创新，多年来又要参与国际性的民俗艺术节演出。每年的灯会，新生代舞蹈团也拢会受邀演出。尤其2024台湾灯会伫台南，舞蹈团所有的人更是抱着欢喜的心情伫故乡表演。新生代舞蹈团呢，多年来一直获邀交通部观光署的一个邀请，然后参与了历届的一个台湾灯会的表演，包含2012年啊，在鹿港、在南投以及在嘉义，还有我们到屏东，哇，各地的一个台湾灯会的，不管是开幕式或闭幕式，新生代舞蹈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身影。那今年非常开心的呢，哇，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回到了我们自己的故乡，自己的地主队，哦，自己的地主队一定要在自己的故乡做表演啊。台南400宝岛礼站夜灯团响，武营太平的舞马演出，融合了北教奖、跳古筝、十二步子、电影《三太子》等各式台湾传统夜灯表演，内容丰富精彩。将台湾特有的一种节庆庆典文化，就是什么庙会文化、顶桃文化、义政文化，我们把它融合成一个舞蹈，包含有我们的八家将啊，还有什么呢？我们的跳古镇，那还有闻名海外的这个电音三太子、宋江镇、老杯上、公海伯，哇，这都是即将失传的一种义政文化。还有我们的12婆姐镇，我们将这样子的一个义政文化，将台南特有的这种义政文化呢，我们把它融合起来。那也欢迎大家呢，各位好朋友呢，在3月5号的晚上8点到9点，哈，在我们的台南主灯区哦，我们的归仁灯区哦，一起来观赏。3月5号按时8点开始，新生代舞蹈团将伫咧高铁顶区再来整整1点钟的舞蹈演出。团长陈建良热情邀请各人朋友做伙来到现场，感受台湾特色文化表演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